议员林美燕在民政局的业务报告当中，以市长黄伟哲希望发展一区一特色的政见来检视目前各区的特色方向，其中就特别点名关田由连角所发展的零碳循环经济等创新产业，以及六家开发旅游上的美景，持续带动林调甲商机拢值得学习。加上安平的文化历史甲南区的生态人文等等，议员要求局长和各区一定要互相观摩，到底资源的后盾来拼观光商机。你应该让各区去观摩，是，而且你们局长，你身为局长，你应该做他们各区区长的靠山后盾。是，他们需要什么资源，你这样去协助他们。是，我大概但我同时去成长，按呢整体的一些建设起来，让它麦康五 K 8 K 两个边缘化，让各区没有距离，同时创造自己的特色了。那当然在这个特色里面，它最希望能够带动地方的商机啦。让凸显出来以后，有人进来，或者那边可以做生意，让一些人不要离乡背井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就是去留根啦。我想，一区一特色是市长的政策。当然，这摆民政局长就任以后，因为大幅度调动11位区长，嘛引发议员认为官派无尊重地方民意，甚至临时派人对区长嘛无尊重，以贵人为例，2党就换3个，质疑区政的稳定性。区政的稳定对一个地方的发展，它是有帮助的。那一个区长的调动，如果没有尊重我们地方的民意，那在3年里面，以归仁区为例在2年里面调动了3位区长，那这样的一个对业务的娴熟度，虽然区长都很优秀，但是1年里面大概就换了1位，那他的时间紧迫之下，对于业务的推动恐怕也会有问题。对于区里面的一个这些科长的领导里面，也会可能会产生的一个内讧。所以我们希望整个地方的发展，我们市长还有包括我们的民政局长，在这个区长的调动方面，应该考虑到我们区长的尊严，也应该尊重地方的民意。面对议员质疑，出席选委会民政局长嘛坦承，一直讲会检讨，后续由时间来印证。但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